头先来关心的就是这粒风台丹那斯，伫个初六半暝对家己沿海的布地来登陆，真侪所在呢，这树啊、甲空北，也是讲这工地用价拢互风台甲吹甲倒去。今仔早起这风雨是较无遐粗，所以真侪人得赶紧出门，要来整理甲摒扫。风台过了后，布地渔民赶咧找家己的船。昨半暝中，风台丹那斯伫家己县布地来登陆。这是120年第一个伫家己登陆的风台。13季的风力对家己县市拢带来真侪破坏。10点到12点这段中间，哦，迄风含雨拢有够大个，蚵仔拢也未捡到，尔个拢太了了咯。来船啊，规个拢变过咯。规排树啊，全部倒了，你小看外头。除了沿海地区以外，家己县市阁有真侪所在，拢是互风吹倒去的树啊甲桥牌。民众就趁无风雨了后开始整理。家己市灾害应变中心到早时9点的统计，包括树啊、桥牌倒去、饮水、交通事故等等的灾情，计共有430件。在阮这湾这是烂啦，大家进水咯，太去啦，安尼尔。收到通知，就是说仁爱路光彩街这边的那个房屋有铁皮掉下来，有玻璃打破，所以我就赶快过来这边。台电嘛表示，风台登陆了后，造成电梯塔受损、电条嘛有倒去的状况，计共造成家己县市22万户左右的停电，已经派人4架抢修，希望会当用上紧的时间恢复用电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